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13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一开始来关心印度航空发生空难，这是昨昏印航载230个乘客甲12个机组人员，飞行机顶计共有242个人，飞行机才起飞30秒就摔落来，只有1个人活落来，241个人不幸罹难。因为飞行机是摔伫主体区，所以伫地面冇伤亡。当地政府即马是初步判断讲，有超过290个人死亡。这嘛是最近这几冬全世界上界严重的空难。这台编号 AI17要飞去英国伦敦计划克机场的波音客机，乘客包括217位成年人、11个囡仔，还有2个幼婴仔。各籍分别是印度、英国、葡萄牙甲加拿大。飞机起飞差不多30秒时阵，看起来无啥来飞袂起哩，愈飞愈低，尾就规台飞机摔来，爆炸导火庆烟。मेरा पीछे यहाँ 200 मीटर पहले ऑफिस है रिया एयर कार्गो एक्सप्रेस। यहाँ पे जो ऑफिस से बाहर निकला तो मैंने देखा कि जोर से आवाज आया विंग्स का, फिर पूरा धुआं भर गया。一开始的报道拢讲，包括机组员在内242人全部死亡。不过印度官方证实，有一位英国籍的乘客活来，伊当阵在一个紧急出口附近对内面跳出来。Even though he survived, yeah, it's a miracle that still worried about my other brother. He video called my dad as he crashed. He said, "Our plane's crashed." All of that. I don't know where my brother is. This is a difficult day for all of us at Air India, and our efforts now are focused entirely on the needs of our passengers, crew members, their families, and loved ones. 救援人员即卖还阁伫咧摔机的地点搜救，伫咧机场边仔医学院学生宿舍，还阁主题区，也和这台摔来飞机撞到，受损严重，伫地面有人遭受到不幸。वो ब्रेक पड़ा था खाने का, तो हॉस्टल में खाने गया था इधर, हॉस्टल में ही प्लेन क्रैश हुआ, पर मेरे लड़का को कुछ हुआ नहीं, बात हुई मेरी।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医学院的学生宿舍至少有50位医学生受伤送病去。全印度医学协会讲，也阁有5位学生联络袂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镜头等下讲来，同齐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低气压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咱全台湾今仔日的天气拢会真无稳定。咱来看云图。气象署伫今仔日是针对10个县市发布大水雨特报，花莲、台东、屏东雨的上界初会落大水雨，其他所在嘛会落大雨。今日饭点到早起8点钟的时间尔，屏东邦山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80毫米。若昨暗甲呾，台东、花莲这所在累积雨量嘛拢已经超过200毫米啊。今仔日伫嘉义以南、东南部不时会有阵雨，也是雷公雨。南部今仔日雨会真大。中部、花莲、台东、北部山区嘛有机会会落局部大雨，是因为落雨的关系，所以今仔日各地头高温敢若是28度至31度。高温虽然小可有降，也毋过呢感受上也是感觉会较热，有较翕热的感觉。气象署继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的特报，低气压的中心伫昨暗9点是已经对台东的中滨入来台湾，目前是已经减弱甲变做一般性的低气压，也毋过呢水汽真饱甜，所以落雨热区会对东部转向南部，台南、高雄、屏东3个县市今日拢爱说是大雨有可能会落出灾情。上新的消息是，因为落大雨的关系，高雄山区雨真粗，市政府已经宣布桃园区雨行里，也阁有拉湖兰里、梅山里、宝山里，甲桃园国小、国中今仔日拢停班停课。透早2点外，台南的雨变大了，一直落到透早拢无停过。气象署继续发布热带性低气压特报，也有雨特报。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金中心是从台东长滨一带进入地，随后受到地形影响，其强度是明显的有被破坏减弱，成为一般的低气压。在南台湾的降雨是明显的增强。那目前南部的话，施雨量很多地方都有来到50毫米以上，在屏东也是目前有到豪雨等级了。热带性低气压昨暗9点自台东的长滨登陆，结果被破坏了，已经减弱成为一般低气压，不过水汽也是真饱，而且今仔日透西南风，降雨热区将会自东部刷到南部，台南、高雄、屏东要注意地灾性降雨。最近一整天呢，就受到西南风增强影响之下，要留意是在南台湾的降雨，特别是南部地区是有豪雨发生的情形。自昨到今仔日透早5点半，台东南市累积雨量233毫米，是全台湾上悬。
南苏是自11就开始落雨，真侪野火拢涨起来。南苏海域因为落雨梅水一直冲入去海，曾出现2种式的阴阳海。因那花莲昨雨也正大，首个兰花水涨起来，论天变道被淹去，网仔洞变道也冲海去。4个位啊全部拢封闭。另外，伫明理变道，因为水一直涨起来，昨下6点进行有警示封闭。台北线路边的山壁顶石头一直过来，抢救人员已经伫咧现场待命。霍兰亭的路段，那发生一个上烟坡的持续落石坍方的一个状况，稍停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随时的来做一个抢通的动作。宜兰的龟山岛因为码头拥挤，海水的水位关价差正大，所以龟山岛今仔日是继续封岛。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热带性低气压若是增强，就会变做风台。热浪是接做风台。即马国家教育研究院正在进行台语新词对一个计划，是针对今年的号名已经号20个好的风台名，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希望要提供予媒体甲社会大众参考。今年第一粒风台蝴蝶，气象署表示已经对中国海南岛的方向去对台湾袂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因为伫台湾附近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气象署嘛提醒南部的民众，因为拄当大楼沿海恐惊是淹水。昨当时风台的季节，国家教育研究院有针对刷来20个风台名，有提出台语翻译的原则。第一个是形意，已经有汉字的，也是台语读起来袂差介多的，亲像白鹭就通直接读台语。第二是音译，像泰国话维拍通读外音维拍。最后一个是记忆，亲像越南话的德杂草通翻做有台语开的德目草。德杂主节嘛，吼，咱台语叫做德目，吼，咱是毋是家己翻译做德目草？吼，这嘛原来是一种方式。是安怎后来最后是用德杂草咧？主要就是我上头先的时阵讲的，因为这是风台。风台的资讯吼需要准确，而且伊时间真短吼，所以阮会尽量拢莫采用语译，就是伊的意思去翻译吼。对时代的变化，台语定会有翻译的需求。国教院嘛正在做新词对译的计划，上紧拍算今年底会公布一批专有名词的翻译，亲像国家名也是首都名等等。未来嘛会对课纲内底物理、艺术等等无共领域去处理，希望促进台语的现代化，嘛互台语的翻译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卢尚如、郑俊佑台北报道。在介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来先来看联合报。总统刘清德5日控就职讲话的时，又指示国安团队规划向在野党的主席进行重要的国安政策简报。总统府伫昨昏嘛证实讲，因已经联络国民党甲民众党，希望6月18会当见面。总共南北拢有同意，安尼就是咱台湾咱国头届向在野的政党领袖做国安简报。来看中国时报，114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昨昏放榜，大概有出现173个招生招无甜的欠额，其中以政治系欠上济。另外，今年的法政、外语、文史、特学第一类组欠额情形上界明显。专家即马是认为讲，这和咱即马台湾产业发展趋势有关系。继续关心中国自由时报，中国嘅宽基轮丰泰58號這隻貨船，涉嫌喺今年2月份嘅時拖斷咱中華電信海底電纜線。中華電信尾啊是開超過1700萬修理。台南地方法院喺昨昏依照電信管理法毀壞纜線罪，判中國籍嘅船長3年嘅有期徒刑。因為美國國防部長馬洪問講，中國敢有想要用武力拍台灣？伊是認為講中國還未決定，也毋過伊講伊觀察中國嘅軍演是真心想要拍台灣。因為中國直侵擾台灣攏無停，中國伫最近嘛有通緝咱20個駐通電軍嘅人員。咱國防部已經表示要加強保護咱駐通電軍嘅身份。准讲是雨落无停，国军天雷操演第2天继续伫屏东凤港北粉场进行大炮的保养射击，真大的炮声，规个大地拢震动，验证训练的成效甲火炮战力。当时强军原来持续派强机舰侵扰大海。美国联邦参议院听证会顶，共和党籍的参议员格兰姆伊询问美国军方，中国是毋是按算伫必要的时阵以武力来夺取台湾咧？
We don't believe they've made that decision yet, but certainly if you look at their exercises that they're performing in that area, they what look do you a lot think, like General what that would Kane? look Do you like. think? I think if they could get them their way, for sure. Do I think they're going to use military capability? Maybe, maybe not. Do we need to be prepared for that? Yes.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无认为当当局已经做决定，不过指出，中国正在进行重大军事扩张，搁积极演练入侵台湾。除了武汉，中共最近也对咱20个驻通电军人员发布赏金的通缉。不过国防部说明，名单当中有2/3拢已经退案，相关的资料是网络顶旧资料导出来。也会强化社会隐匿跟掩护的相关的措施，应该会采取一些别名，然后还有内部管控这些相关的作为，以勤工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加以保护。面对各台办进一步的强限，要把驻通电军所有人员纳入重点的监管范围。顾立雄表示，强化驻通电军人员身份稳重甲化名这的相关措施，这个月底都会开始进行。如果说可以参考美军22做法，恢复这种类似兵籍号码的做法，等于是一个先天的防火墙，万一有民车外泄，比较容易追查。对于国军各自外泄，军事专家建议，军方会当思考开放兵籍资料，用其他编码的方式来代替身份证字号，通加强反情报的作业。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民进党创党人之一，伫前总统陈水扁时期做海基会董事长的洪基昌，即马是去互中国媒体有报讲，伊有带咱台湾一寡升级产业的人士去中国访问，这是引起各界关心。因若针对这件代志，陆委会是表示，只要是符合对等尊严的原则，符合两岸交流的规范，政府是用正向来看待交流。华丽台独并不是民主进步党作为一个负责任要迈向执政的政党所选择的方向。较早因为对两岸议题的看法和民进党新潮流无共调，互派系除名的洪基昌是民进党创党的元老之一，而且伫前总统陈水扁的时期做海基会董事长，阁是带领现任总统赖清德入去正大的政治道史。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12报道，目前是台湾产经建研社理事长的洪基昌，最近带升级产业界人士去北京参访，引起关注。那现在是民间人士了哈，任何两岸民间团体健康有序的交流，我们都正向看待哦。那当然就是不能有配合对方的统战行为。洪基昌回应平面媒体表示讲，这摆是单纯的产业交流。国讲大总统伫5日空的讲话内面嘛有讲到，伫对等尊严之下，两方有交流，才会当有理解和合作。而且强调两方的交流爱正向发展，双方拢爱做伙拍拼。另外，去进前敢有先甲罗总统讲，洪基昌是无愿意加讲。最近去中国上海旅游的网前馆长陈志涵，专程直播言行拢受到讨论。请问你是哪国人？哎，我为什么要一直问我是哪一国人？中华民国啊，怎么了吗？有网友就发文讲，已经向中国官方网站检举馆长伫中国讲中华民国，考说伊想要来分裂国家。我相信，大陆相关单位现在都是每天就是在关注这个馆长的一言一行。其实我可以建议馆长能够在那边久住，那多看看、多了解，就知道人家的生活到底是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态。另外，前总统马英九伫15就要参加中国第17届的海峡论坛。刘文杰重申，这个论坛是中国对台湾的统战平台，而且是伫马英九执政时期的明文政策。认为马前总统家己拢无立场，陆委会对这是感觉有够含糊和遗憾。记者综合报道。昨昏6月12是香港反送中运动6周年。香港国安法一个实施落去，有真侪参加运动的人，国不将尾也拢爱流亡。即马6冬过去啊，才流亡的香港人讲，即马香港因的家已经毋是原来模样，因只会当伫外地来声援香港。警方动用催泪弹、手榴枪指甲民众赶。2019年6月12，伫香港为着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真侪香港人去街路抗议。结果大家毋捌想到，这个自由的国家会互因遮尔青分。
催泪弹在我们眼前爆开，那气味开始散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很惊慌，直接往释放方面去跑，然后现场是超级混乱，就是差点会出现人踩人的情况。我们有一些人只是拿住水去到现场，然后旁边几个警察就把他压到地下打。原本和平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是允许的，然后在2019年的6月12号就变成是一个违法的行为。6年过去啊，苏当时香港警察的强制镇压，伫因的心内也是感觉真惊吓。香港版国安法实施了后，互因国不离种都要离开故乡，有的逃亡来台湾。较好运的像蔡碧豪，透过专案摕到伫台湾登记的身份。是我来台以后发现说，真的是家里有被搜寻，有被这个警察想要逮捕被被确定被回香港，之后开始去接洽一些议员一些的跟我们长一段时间协商，就是后来他们有成立一个交流办，也有曾经说这个专案的审批。迄当阵反送中的香港人，也就是《苹果日报》创办人李志英，将自2020年12月份封关押到呾。加拿大国会机关呼吁加拿大政府，予伊拥有公民的身份，嘛希望香港当局甲伊放出来。当伫咧监狱内底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吴志峰，初来佫一概互拘捕，而且互指控国安罪名，相当可能爱互关一世人。看到王志峰嘛，然后又被就是在狱中，然后再被控告。那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也会知道，回去香港风险很大的。在香港，我们可以看到6·4的集会已经没办法做了，那6·12的集会更没办法去做。那我们其实，在台湾至少还会有这个空间。陆委会呼吁中国甲香港政府，唔通阁对民主人士遐尔粗残。也若伫咧台湾的香港人，希望民主自由的台湾，唔通成做后一个香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加州洛杉矶在反对非法的移民的示威是继续在炭烧。美国国防部即马有派国民兵去军事基地，咧演练讲要安怎控制民众。国防部长是强调派兵是合法的，也毋过即马有上新的民调显示，无认同派国民兵的美国人有45%，无认同派这陆战队的有47%。美国国防部针对洛杉矶反移民局的暴动，派4000个加州国民兵甲700个陆战队组成第51特遣队。指挥官陆军少将索曼11对媒体表示，因主要的任务是保护联邦的财产甲人力。So strictly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deral personnel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federal building, they're allowed to temporarily detain and wait for law enforcement to come and arrest them. They do not do any arrest. 在南加州国军的军事基地，11有国民兵进行军种控制技术的演练。700个陆战队的队员进驻洛城南边50公里远的海拔沙坡基地。这是1992年洛杉矶大暴动了后，陆战队头一届去加州执勤。有真侪质疑的声音讲，这根本是饲阿兵哥来对付家己的百姓。嘛关心这些士兵，因的枪内底敢真正会入枪支。The ammunition that the Marines will they have live ammunition in their rifles? Not in their rifle, no. 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迄天伫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去互民主党的议员问到派兵的问题，伊是强调讲一切合法合宪。And the mission in Los Angeles, as you know well, sir, is not about lethality. It's about maintaining law and order on behalf of law enforcement agents who deserve to do their job without being attacked by mobs of people. Law and order is a civil func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enforcement,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ies, not the U.S. military. 洛杉矶警察局局长麦克唐纳透过声明讲 ，LAPD 有能力处理大规模的示威，在也未甲警察协调的情形之下，陆战队就到位，这是后勤甲行动的一大挑战。另外一方面，加州州长纽森为着阻挡川普派兵向旧金山联邦法院申请禁制令的官司，排定12下晡举行听证，由1997年华盛顿总统所任命的查尔斯·布雷耶法官来审理。有一份新的民调显示，有45%的受访者无赞成川普越权调派加州的国民兵，赞成的是38%。也若反对部署陆战队的比例是搁较悬，有47%，赞成的敢若34%。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顶日伫法国有发生校园暴力，即马法国总统马克宏是表示，囡仔即马用网络看到暴力的内容，会影响囡仔认知的能力，所以伊拍算要禁止15岁以下囡仔来用社群媒体。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尽量招牌俄式外套参加巴黎科技盛会 Vivatech， 甲法国总统马克宏伫咧台顶例行的活动。黄仁勋讲，回答将会伫咧欧洲推展基础建设，甲当地企业结合做伙伴关系，帮助建造欧洲自身的 AI 生态系统。不过，伫同一个时间，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将会伫最近几个月开始禁止15岁以下的囡仔使用社群媒体。Plus la même capacité à avoir un rapport à l'écrit, à se poser, à essayer de comprendre. Ils sont aussi beaucoup plus exposés au harcèlement en ligne. Et donc on a une épidémie depuis 2015 dans tous les pays où les réseaux sont ouverts aux plus jeunes. On a une épidémie de troubles du comportement, on a des épidémies de violence, de troubles du caractère. Et donc c'est ça qu'on doit absolument réguler. 马克宏强调，当囡仔一直袂社群媒体，一般接触到的拢是色情加暴力的内容，造成认知、思考加理解能力退化。会做这项决定，甲随着伫咧欧洲发生2件互人定件的校园攻击事件有关系。包括伫奥地利一间中学，有一个校友夜情入去学校内面扫射，总共造成11个人死亡。也个法国一个19岁学生伫咧检查珠宝时阵，夜刀杀死31岁助教。法国会开始检查学生的珠宝，是因为今年4月有一个学生夜刀杀死同学的案件。Voilà, je suis triste pour l'école parce que c'est pas, voilà, c'est un endroit protégé qui ne l'est plus, qui récupère tous les maux de la société. 根据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的报道，法国今年6月初7开始强制叫色情网站爱验证用户的年纪，也强迫 X 等社群媒体导入年纪验证机制，最后当地虚拟网站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澳洲也同款决定要立法禁止16岁以下的儿童存取社群平台，会自今年11月开始实施。不过后明是讲未禁止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这种限制由成员国家家己决定。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该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总统川普承认讲，因为中东局势无稳定，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真正在考虑要发动更加大规模的攻击，所以美国是决定要撤离当地人员。川普是有呼吁以色列唔通去攻击伊朗的核设施。继续关心巴拿马政府提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双方无合作了后，即马嘛拍算要拆掉英国内13座中国华为起的电信塔，要甲改造换美国的电信设备。继续关心发生社有报讲，南半球的南非顶日就大水好了后做大水，一架载学生囡仔上课的小只巴士互大水冲去，加上遐人家厝淹水淹甲真严重，目前已经知影造成49个人死亡，救援队还阁继续咧救。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台南永康一大卖场，伫早暗有传出枪声，这是一个姓吴的查甫人，那亲像是啉烧酒醉，摕木刀伫卖场乌白压。警方赶到现场，伫压制过程中无细致开枪，去拍到这个查甫人的颔棍啊！伊当场无喘气、无心跳，送病院了后，即马有救回来，已经恢复生命的现象。卖场门口有防火线，无远的火机土骹，一个人看到火焰，监视人员伫咧内面采证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台南市永康区中华路一间二手卖场，12暗7点外发生有民众夜倒闹事，警方接到报案到现场压制，则听到枪声，嫌犯就倒伫咧土骹。警察说了好几声坐下这样子，犯人好像是往里面冲，然后可能就是后来。就听到了一个枪声，对，然后大家就默默的往边边靠。那个人怎么样啊？有中枪吗？还是怎么样？应该是中枪，因为后来马上就叫救护车过来。有民众讲，这个48岁姓吴的查甫人，敢若是啉酒醉，手内摕一支武士刀伫咧门口一直压。警方到现场了，叫伊甲刀放来，伊煞走入去卖场内面卖。警方缀伫咧后壁，趁机会甲伊压制。伫过程中，敢若是抢走火，击杀到这个姓吴的查甫人颔棍啊！见无名手持武士刀。立即持枪警戒，并喝令其将刀子放下，趁其不备，冲上前压制。为压制时，疑似枪支走火，
击中无名受伤，员警立即通知119救护。姓吴的查甫人一开始是无喘气心跳，要啊送病急救才恢复生命现象，不过也未脱离危险。是不是真正是抢走火造成的，也是警方执法过当？台南地检署目前也搁伫咧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亚拉台中是有一间私立的高中，有2个学生囡仔，那亲像是无欢喜老师管教的方式，亚囡仔走去便所甲老师拍。学校即马甲引进2支代告，要求家长带转去管教5天。学生啊，像平常时共款行入校校，不过这间台中市私立高中才拄传出校园暴力事件，有2个电子科的1年啊，哪像不满姓黄老师伫实习工厂的管教方式，车执野棍啊去攻击当咧便所的姓黄老师，校校也已经出面证实。人之间在工厂产生了一些嫌隙，老师的管教嫌隙，导致这些学生有一点这个误会。那后续呢，我们就请学生约谈。那目前约谈当下，学生是不承认的。有看到目前就是有2个学生在那段时间有在走廊还有进厕所，这个部分。校方表示，姓黄的老师伫这间学校已经教5年，平常时教课拢真认真。被攻击了后，送病院诊断出头部受伤，目前踮厝休困。学校已经完成校案通报，启动学生辅导机制。姓黄的老师也去派出所提告上海。接获黄姓民众报案称，其因遭伤害，故至本所报案提告。警方于第一时间即受理报案，并调阅监视器后，通知相关涉案人员说明，依法函送侦办。人本基金会表示支持老师提告的权利，不过教育局甲学校应该把事件调查清楚，确保学生表达意见的管道和老师支持系统运作正常，才会当挽救师生互相无信任的问题，预防暴力事件再发生。教师的支持系统。好，让教师遇到任何管教上的困难，或者是教学上的困难，都可以有一个系统可以支持他。所以这整个事情其实是教育行政要负起最大的一个就是责任啦。台中市教育局也未对外说明，校方表示，因为2个学生唔承认是因做的，已经甲监视器画面交予警方调查，也召开学生总庭委员会，决定甲2个学生记2代告，交予家长带转去管教5日，后礼拜开始实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亚伫高雄真武是有一间准公共体育幼稚园，即马互家长指控讲，去年11月份的时，那亲像有3个查甫囡仔对伊的查某囝有不当行为，也毋过伊讲伊要向幼稚园讨监视器，幼稚园却无要互伊，嘛批评教育局拢无好好啊处理，所以家长已经去提出告诉。家长12来到高雄地检署7年控告教育局渎职，嘛告幼稚园过失伤害含灭证等等。原因是因查某囝去年12月，伫日某一间私立准公托幼稚园，疑似有性对性不当行为。帮他洗澡的时候，发现他的私密处有一点异样，拿类似++9的胶具去撞击他的外阴部，所以他外阴部是有呈现红肿。家长指控讲，园方敢若交出部分的监控画面，案件交去教育局了后，嘛无进一步甲园方去讨画面。造成代志发生甲大要半年拢无结果。园方回应讲，迄天除了早起的活动区翕袂到，查某囡仔拢伫画面内面。自从他上了教室，一直到他放学时间，都在我们的镜头里面，并没有漏失掉哪一个画面。爸爸妈妈也在现场，从开始看到放学。双方拢讲家己的话搁会等厘清。根据了解，这间幼稚园伫1月到3月，分别因为不当管教，禁用无资格的人来做教保服务，才违规的情事，罚款33万外。8月开始嘛，解除园方准公共教保服务契约。教育局强调会密切注意刷落来的部分。由家长、园方及警方3方共同确认，经查尚无证据显示有施暴或其他不当对待的情事，教育局后续仍将密切的关注。伤害囡仔的事件一直发生，监视画面变作关键证物。对这行政院建议提专法，要求幼托机构保留监视影像保存30天，搁会团结地方政府的分段。幼儿园路又是跟行为人相关，确实是会有销毁的可能性啊。所以我想避免儿虐的这个部分，我们觉得说需要有一个客观，不会随意的被删除的云端空间。民团认同第三方分段保存的必要性，但是嘛表示讲监视器只是配套措施之一。另外嘛是伫托育和教保人员的筛选和训练，政府嘛要尽监督的责任，加强定期和不定时的调查，真侪方面做伙做，才会当让这种事件莫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来关心，全台大罢免，中选会即马拍算6月20要开会，按算会审26件立委的罢免案。中选会表示讲，准讲有成案，7月70到8月19之间的拜六，拢有可能会办投票。原则上是希望会当伫同一天登票。大罢免第2阶段人数就要结束，目前有31件罢免国民党的立委案件完成送件。中选会伫咧20日委员会期将会审定第2阶段查对结果。主委李进忠伫12讲，有个会处理26件立委罢免案。若是伫迄天有宣布成案的，原则上所有的罢免案将会建议同一天投票。民进党团总召关建平18有个讲，7月2日投票也是选项之一。6月20号来宣布成立的话，那这个投票的时间会落在7月10号到8月19号之间。726也是在这个期间里面，它是选项之一，但是并不确定。罢免北光期黄建斌都权急3个案件，因为伫咧查对期限内无接到地方选举委员会报件的通知，罢免黄建斌团体也阁讲第2阶段正式过关。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发出爱国者行动，未反制大罢免。民众党是表示讲，将来可能甲拿赢联合办反罢活动。我也一直都在扫街啊。其实我们有大量的职工，每一天不管是大太阳或者是下雨，非常感谢他们都来帮忙宏威。如果你继续去破坏以前党外的这个精神，自己营造一个绿色恐怖，然后连在野党都是要消灭的。你们对不起党外的这个同志，所有在野的力量会集结起来。那民进党团，我们当然作为公民罢团最强的侧翼，那在所有的组织作战，我要强调，把它当作大选一样来打。31位拿赢罢免案送件，其中罢免拿赢立委张志伦、林德浩、林派祥，还有完成保件的马文君，又何等5个案件，因为送件查对时间较晚，可能无法度赶到20日委员会议审定。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着阻挡诈骗，司法部伫去年9月份的时有设网站，会当伫网站去查，也是通报网络诈骗。甲大约有12万条诈骗的信息，嘛已经赶紧通报 Meta 甲赖这平台业者爱甲摕落来。因为根据司法部的统计，金融投资企业甲财经界的公众人物上接互诈骗集团来假名，用因来共拐钱。警方1名人佫甲几6台电脑主机炸走，原来是诈骗集团假造回台执行长黄仁勋的名义创立专业，放假投资广告，诱拐民众去假投资网站注册签合约，上百受害者全台湾拢有，总财产超过1300万，其中涉案胜利科技公司主管，佫是4楼艺人的翁婿，专案依照涉嫌刑法诈欺定罪上班。因为天上就不会掉馅饼啊，为什么会相信呢？可是他们很奇怪，就是那个时候会相信，但是我们外面的人来看，会觉得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当然是要骗投资人，让你来有利多，让你来投资啊。网络是现代人袂当欠缺的生活工具，煞变做诈骗陷阱的所在。社会法典部去年9月底建立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各单已经有差不多12万的诈骗消息，照打诈专法通报 Meta、Google、Line。TikTok 等4大平台业者甲摕落来，最常被伪冒的公众人物，主要还是在这个金融投资产业领域啊。我们过去常常听到的这个谢金河啦、陈文茜啦，都已经跳出这20名以外。根据统计，诈骗主要的防暴对象是企业甲财经界公众人物。头一是元大银行落来的案件总数5041件，第2名是分析师何成栋，第3名是股票买卖操作平台商三德资讯股份有限公司。前10名有网前主播，就连富国新山台积电原来有上榜。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在前半段，就是避免民众被那个 Meta 或者这种平台上面被骗到 Line 的这种封闭性群组里面，所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分工。司法部表示，报案顶后末段处理是交检警署来处理。目前透过 AI 主动扫描观察假名人诈骗广告量，已经为去年5月每礼拜3万多笔，最近降到每礼拜较无1000件。行政长杜英泰也指示内政部、法务部甲金管会这相关部会，做伙打造防诈联防体系。在查询通报了后，会当为源头阻止诈骗集团犯案。记者综合报道。
不乘客坐台北捷运家己炸椅啊，结果站务人员甲苦劝，伊才甲椅啊收起来。台北捷运即嘛是表示，总讲家己炸椅啊，去安尼是会影响到别人的出入，其实是已经违反大众捷运法。若是苦劝唔听，上当会当罚7500。先下车好吗？家己准备会当收合的椅啊，互站务人员苦劝了后，要求替找位，佮讲请站务员提轮椅。站务员回应会当协助就医，也是落车。查甫人拒绝，甲来再个椅啊收起来。旅客是讲，已经连续3个月看到伊家己穿椅啊上车，前方时间都坐伫一群人中央。比较密集人潮的时候不适合，原本捷运的椅子应该就是最理想的。人少不影响到其他人是还好，但是的确捷运上有时候会晃，或者是速度的话是有点安全疑虑。台北捷运是讲，捷运车厢内家己穿椅啊坐，影响别人进出，会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规定，会当罚1500至7500的罚款。另外，根据台北捷运系统旅客司机，旅客会当把椅啊当作随身行李站，不过爱下行李寸尺的规范，而且爱好好保管，袂使造成其他旅客不方便。设置的椅子都不是只有单纯坐的功能，固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说列车如果或车辆如果碰撞或者是其他的。震动或摇晃的因素，旅客不会从上面跌倒或压到别人的这个状况。专家表示，公共运输座椅的设计有安全考虑，旅客坐家己穿的椅啊有受伤的风险。不过对营运者来讲，嘛是会使思考的方案，像讲台北市部分低底盘的公车有设置固定伫车厢内降扭落来坐椅啊，离峰甲尖峰就当做无共的运用。记者采访报道。亚伫新北的汐止，是有一个60多岁负责人骑微型的电动2轮车，因为违规，互警察抓落来。开单的过程中，这个负责人讲，伊真想要变数，嫌个警察唔放人，尾也害伊带招。伊即马是指控警察伤过酷刑。汐止分局这边是回应讲，执法的流程拢符合规定，嫌个警察为民服务欠缺同理心，已经甲警察记惩戒做行政处分。骑微型的电动双轮车驶伫人行道，管区的警察看到随过去拦查，掠无挂车牌的微型电动车上路。违电车那个没有挂牌要扣车。开用单甲车调走，警方就算是依法的行政，但出的过程互指控讲在讲侮辱。送你去医院就这样子而已啊。骑电动车的老小姐是一个新撞者，伊知影是家己先违规，并无负责任，只是拜托警察先互伊去变数，但是警察无得甲插，结果害伊放伫裤顶悬。警察阁无敢正甲回讲，敢要叫救护车，叫伊家己考虑清楚。我说赶快拜托，镇定给你压着啊，不行。货车长的一个说去旁边站着看晒一晒裤子就干了，执法人员他也应该制止他啦。代志发生在新北市的汐止，初10下晡3点外，老小姐控诉讲提出真侪项请求，包括倒马裤、叫计程车，也是倒载一段路拢互拒绝。警方完成执法了后，就甲伊留伫现场。对于民众提出之协助需求欠缺同理心，予以远警及拖吊人员申诫等行政处分。警方表示讲，执法的流程拢符合规定，但是警员是欠同理心，伫为民服务的面向无法度看情形来变通，已经对伊定处放入年度的评量记录合并购参考。在执法当中，我们在这个兼顾所谓的情理法或是法理情的情况之下，在不影响所谓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情况之下，做出一些弹性。面对这个风波，外界是有无同意见。有学者认为讲，对违规的行为，警察一定要依法行政，但是伫执法的时阵，对讲话口气较相关处理，应该思考讲，敢会当更较温和，更较有春秋。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全台有分出42万张新兴障碍停车证，验过全国这款停车位敢若2万外个，根本就无够。就加上呢，就算无载新障者出门，嘛是会停伫这款车位。昨昏就新障者出来开记者会，希望政府爱改善这款情形。10位新障家属拜四伫立法院开记者会，大声发出诉求，因不满真侪新障家属摕新障停车证试过停新障停车格，造成真正有需求的新障者却无位通停。身障家属比例太高，然后滥发，然后这个证他们拿这个证没有载家属，没有这个事实，他们就占用这个车位，才会造成说我们身障者停不到位置。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全台目前有42万张有效的新障停车证，不过全台新障停车格却敢若27000格，等于是平均14张证去对一个车位。新障人士希望卫福部和交通部应该做出改善，服务需求的轮椅人士有新障停车格通停。
当然，肢体障碍朋友会觉得说只有你们需要，因为你们最需要。可是事实上，其他的朋友也一定有需要。有一些其他障别的多重障碍的身心障碍朋友，他对于空间的混乱，他没有办法单独行动。面对诉求，卫福部表示，身障者包含的是精神障碍者，因虽然无用到轮椅、拐啊，不过伊嘛是算身障人士。这个回应让现场的身障人士不满，双方愈讲愈大声。身障车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大，它的用意是什么？不要任何的人来谈说啊，我可能像你刚讲什么什么站什么站，我们都可以理解。可是这个车位为什么要这么大？就是它的本意在那边。需要辅具，需要轮椅，老人家不方便，需要上下车。针对身障家属有证到正去停的问题，相关部门回应，政府有设通报的机制，民众只要卡1999专线，就当去投诉。未来也会邀请身障团体继续来做讨论，保障身障团体权益问题。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因为咱台湾逐当拢需要大量的免疫球蛋白质来治疗亲像动症肌无力这款免疫系统的疾病。因为这款药啊是用人的血来做的，目前有一半拢是靠进口。小苏即马表示，未来打算要提升国产的比例达到100%，安尼呢，唔但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嘛会当较合咱台湾人的体质。柯小姐因为有动症肌无力，直直出现四肢无力、喘气困难、讲话讲袂出来的问题，后来做一款用人血做的药品，或者免疫球蛋白质。这款药啊，伫咧新冠疫情期间有摕来治疗动症，也会当治疗免疫系统的疾病。我的状况无好的情形下，你就爱搁用 IVIG 来治疗，伊的速度会慢慢啊，互你恢复。你会当恢复，甲像我即摆安尼，就是甲正常人共款。不过，目前伫台湾免疫球蛋白质有一半拢是靠国外进口。食药署表示，这款药啊是用人体血做的，若是对国外进口，可能会增加感染到外国传染病的风险。为着要确保用药的安全，食药署计划提升国产的比例，做到100%，拢是国产药啊。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话，还是要有国人要能够有自制的能力啦，才能够给我们自己国人来使用。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很明确，就是要推动国学国用，然后自给自足。关于血浆制剂的这个部分，卫福部食药署希望我们能够提升这个自有自足率，就是由国血制造的血浆制剂，比如说刚刚的 IVIG， 能够从现在的不到5成，能够提升到未来能够向8成甚至100%来满足。医生表示，用台湾人管的血来制药，较符合台湾人的体质，嘛较无副作用。台湾血液基金会表示，若是要提升国产药的比例，就需要有稳定的捐血来源，所以特别出面鼓励民众加捐血，甲捐血当作习惯，帮助政府完成免疫球蛋白质100%国产的目标。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咱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即马国人平均的岁数是80岁，活较久嘛爱活好健康。严格根据112年，即马有统计讲活咧煞无健康，爱倒眠床，无健康的时间是7年外，这是比顶一年搁延长啊。专家表示，这是因为疫情期间有真侪癌症，也是讲慢性病发现无法度提早治疗，所以活咧无健康的时间才会对咧悠长。超高龄社会是台湾即卖的趋势，但是第一老的时阵，爱安怎活了久，而且搁活了健康。不管能不能活得久，身体健康最重要。我从小时候就有运动的习惯，我现在1个礼拜至少去3次，我觉得健身房很有用。我也是吃啊，可是因为我有在运动，因为我不吃那种就比较化学的东西，比较不自然的东西。官方统计资料来看，112年国人平均余命差不多是80.23岁，但是伫无健康的余命，110年开始就转做7字头，来到7.56年。这讲的无健康的余命，都是摕平均余命和健康余命相减。112年无健康的余命扭转到7.78年，比111年是增加0.37年。台大公卫专家分析，台湾真正受到疫情影响的时间点是110年，疫情造成高龄者死亡人数增加，个人的平均余命因为安尼开始落，无健康的余命嘛对咧来缩短。在疫情时代，因为这个癌症跟慢性病没有办法早期发现，所以比较晚期比较容易住院，比较容易引起这些卧床的现象，所以当然不健康一命都会延长。像心律不整等等，这其实都是在50岁以后慢慢的陆续的
会频繁的出现。那其实如果要预防你将来的不健康余命增加的话，你可能就及早就要开始保养。医师提示讲，民众对50岁开始一年至少要安排一摆身体健康检查，尤其是家族有高血压、心血管还是脑血管病史的民众，真正都要特别注意，才会当活了长寿搁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图书馆总馆和台语团体合作，有开台语志工的训练课程，有设计教案配合念谣做手工的活动，希望让囡仔来遮听台语故事，学台语会感觉真新鲜。比如讲，你收礼物的经验是啥物啊？收到的礼物，你的心情是安怎啊？啊，你想要收到啥物款的礼物？透早就开始激头脑，志工当地讨论，若是配合绘本，会当安怎设计互动用台语讲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自5月开始有开台语百老汇课程来训练志工。有志工表示，正经要讲台语故事时，才发现讲无法度甲华语迄套照搬来台语，因为有真侪囡仔听无。台语嘛，这毋是咱的母语吗？我应该会样讲，可是猪我摕来看，我感觉，嘿，要一个字一个字安尼讲吼，看到迄我感觉。干嘛不简单？要字正腔圆。可以透过这样的活动啊，让民众可以很自然的就在他的生活中啊，在图书馆的场域就能够去学习台语跟培养阅读的习惯，让这个母语啊能够在世代间传承。为着要让侪对台语有兴趣的亲子家庭，伫咧图书馆都有通接触到台语，通听台语故事。新北市立图书馆总馆邀请台湾台语路协会的成员来指导对无共分馆内的志工。讲师表示，透过教案的设计，对选册设定主题开始就真重要。嘛，着思考有啥物歌谣会当增加互动开喙练习，安尼囡仔故事听了嘛，较会有印象。今仔日的主题可能是色水，安尼我着可能爱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册，啊，可能先选甲色水有关系的歌，啊，甲伊斗做伙，安尼咱的活动搁练习一届，因为咱咧学语言的过程就是爱一直溜，一直溜，一直溜。新北市立图书馆表示，有打算对7月开始，都互志工投入各分馆，用台语讲绘本故事，会有超过50场的活动。未来嘛会办愈侪无同款的活动，对多元的活动内底，家长嘛通找到囡仔喜欢的方式来学台语。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报道。家己的溪口国小想要让学生囡仔来了解地方，学校就专工设计行图的活动，带囡仔去行100年的旧街仔，去访问100年的老店，希望学生囡仔认捌在地，增加对故乡的认同。放上面，药材放上面，好，放上面，他们就可以拿。伫传承5代有100万年历史的汉药仔店内底，向国小的学生囡仔来讲较早的故事。嘉义县溪口乡的溪口国小，带囡仔来行溪口100年的旧街仔，采访100年的老店，让因认捌在地故事。非常有年代感，古色古香的感觉。里面的中药材也是平常不太常见的东西。很有趣，为什么？因为可以认识更多东西。为了要让学生囡仔知影家己故乡的人文历史，溪口国小针对无同年岁的学生，拢有设计符合因的行读课程，要带因透过实际的体验，让学生有更较深的记忆。其实这时代拢较有岁啊，因普通时啊较无习惯去面对讲囡仔，甲因介绍较有系统的部分来做介绍，所以咱就是透过甲学校的合作啊来做安尼的介绍的工作。这个100年的古迹交课程的这个结合。啊，互囡仔呢会使学到咱较早古早时代，吼，咱遮个因的阿公阿嬷，吼，伊生活的方式，啊，搁如何保存咱这非常难得的遮个古物。溪口国小表示，溪口的旧街仔到当搁看会到较早溪口的在地生活，带囡仔伫遮来行，为产业或者是建筑来认捌家己的故乡，毋但是保存在地记忆，嘛希望增加囡仔对故乡的认同。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中华大川的葡萄长着时，也毋过顶个月落黄霜雨，天气阁常常变热，葡萄全呢就无转色，就算已经够粉啊，皮看起来嘛是青青，就较看起来较无好食款，嘛袂无好价，所以公所就去直接食品工厂，甲这葡萄摕去加工。
一人一人已经9分的葡萄，但是外皮色水拢也阁是青色。即阵中华大川乡季风葡萄当着时，但是5月有黄酸雨方面影响，加上最近温度向升悬，农民讲雨最高加上日夜温差无明显，致使葡萄无长色，就算甜度有够嘛卖袂出去。啊，连要落雨啦，无天啊，等于讲转色，金毛影响着，咧变色就无人。尾只来无温差，等色等一个怎么？有的怎无？其中一区啊，就是因为有吃到东北季风跟那个寒流的风啊，所以基本上我们那一区基本上有8、9成长得不是很好。过去若是长色失败葡萄，农民毋是送人，无就是加掉淡色。大川乡公所今年特别帮忙直接食品厂商来收购这寡无长色的葡萄，要加工做葡萄冰加果汁。台中农改场就指出，若是有退酸，就算无长色，嘛袂影响葡萄的甜度。甜度其实是不成问题，它是有多余的糖才会去转换。甜不甜的话，另外一个就涉及到的是酸度。发现讲今年的温室的时阵，都已经有农民已经有这个长色顶无过这种情形啊，所以我们开紧去找厂商，去买这看咱这边的厂商，虽然今嘛有做这个葡萄冰。乡公所表示，目前葡萄收购量超过10吨，已经有厂商加工做成葡萄冰。公所嘛也搁咧积极协调，希望直接搁较侪厂商开发加工品，帮农民拍开多元的销路，互靠天趁食做事人有稳定的收入。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大出的也阁有往来，即马屏东九族有一款山野往来，食起来真是有山野味。农会是表示，这是在地农民透证的含量的气味的新口味。那这种凤梨要选比较黄的比较好吃。皮下下的肉切做一块一块，这是台往来标准步数。民众平常食惯是一般的往来，即马有新的选择。屏东县九如乡农会协助在地小农推出山野往来，这是农试所推出的台农23号品种，食起来肉油煞脆，阁有山野香，吸引袂少民众来试食。酸甜啊，个山野味真重，袂粗啊。伊比金钻较幼味较细致，嘿，较细致啊，较幼味啊，毋过食起来安尼有那往来的感觉啊。毋过我感觉这种我若要摆卖，我会感觉较拄好大机啊。九如乡农会总干事姜泰文表示，这批山野往来是由小农种植培养，爱开2年的时间才开始结果。即摆收成500支，试卖看卖，产期也甲一般往来无同，互农民伫今年雷网减产的情况下，阁有新产品会当卖。去试嘛，啥物品种甲啥物种出来的物件拢是甲人无共款。伊目前今年采收好运的、交好运的，差不多伫咧500几支安尼。除了新品种的水果，农会嘛甲往来叶仔回收，制作成往来纤维帽仔，甲规丛往来拢用较大。农会表示，未来会继续协助在地农民，互屏东的农产品更有竞争力。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暴龙的祖先即马找到啊，这是科学家确认讲，因伫蒙古有发现一款化石，叫做蒙古天竺龙，就是暴龙的祖先。这化石是8600万年前的历史。这祖先这款无讲介大只，大约是750公斤重，含一只马差不多。暴龙是人上熟悉的恐龙之一，粗养的脚腿、细细肌的手骨和大喙，拢是互人印象真深的特征。科学家伫10日发表论文指出，讲伫蒙古的2区蒙古天竺龙化石判断是暴龙的祖先。这化石有8600万年的历史，几十年前伫蒙古出土。不过，伊进前是防准是讲是另外一种恐龙，一直到一个研究生研究暴龙属的化石的时阵，才确定伊就是新发现的物种，而且阁是暴龙的老祖宗。不过，蒙古天竺龙的体重敢若差不多750公斤，体格嘛是散散落落，和马是差不多大，和身材真大只，会当重1万公斤的暴龙来比，会使讲是细粒子。专家讲，天竺龙可能是速度真紧的掠食者。Unlike those really big apex predatory tyrannosaurs, it had these really long legs. It was probably quite fast, quite fleet-footed, so probably it was chasing down
prey that was as big or smaller than itself, but it had the ability and the speed to be able to catch up to things that would have been quite quick. 专家讲，进前互确定是暴龙祖先的物种，体型嘛拢真细。暴龙是安怎演化出这么大的体型？一直是学界也未解的谜团。蒙古天主陵的发现嘛，互大家更较清楚，伫个暴龙出现进前，就是这是啥物款的外形和生活方式。 So it was probably kind of filling what we call a mesopredator role. So they were basically they were mostly hunting things that were around their size class. But shortly after this, our descendants, the Tyrannosaurs themselves, would have developed more and more features that would have eventually have led them to being able to push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those apex predatory ecologies. 专家讲，天主陵伫蒙古发现暴龙，主要是伫北美发现，嘛当看出物种迁移的路径。蒙古天主陵的发现，毋但是订写暴龙家族的历史，嘛互困扰科学家真侪年的疑问是得到解答。公司新闻优派准备约。天气报你知，同齐关心各地头的温度。 北部的温度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是30度，上悬35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9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0度。 外岛29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再起9点，咱再会。